邁日第12檔的16歲正青春藝術節正式啟動，今年以“touch青春的頻率”為主題，展演駐點由台南市文化中心擴展到台江文化中心，串聯城市無同文化調性，展現市府持續推動青年文化產物以及文化平權的成果。文化局事實上一直對於兒少的一些議題，其實付出了非常多的一些努力跟心血，事實上跟着大家一起來探討，就是當今的年輕人他們其實在意什麼、擔心什麼、困擾什麼。那透過藝術展演的一些活動呢，事實上都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概念，可以很清楚的凸顯出來。更多元的活动，有動態的，譬如說一些年輕的運動活動啊，或街舞啊；有比較靜態的，譬如藝文創作了這些。那16歲正青春藝術節，就是希望他們建立一些自己的藝術素養。其中由文化局甲影響新劇場合作的青少年扮戲計劃推出第12部作品《厝》，由來自全台19個行政區16間高中級16歲到18歲青少年所共同創作。而到今有這些學員因為透過劇場創作，有人因此投入表演藝術領域，也有人得到無同款的經驗。這一些的練習，這一些的相聚，這些的相處，這是網絡時代，這個 AI 時代是取代不了的。所以恭喜大家，那也希望大家能珍惜這一次的經驗，因為青春就這麼一次。活動將在7月18到8月23展開，透過劇場、歌舞、音樂、市集以及跨域藝術展演，除了打造屬於青年的文化舞台，也讓更多市民重新感受16歲青春時期的熱情甲夢想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